八里分管涉嫌集体放水、协助业者逃走税，佮暗号走私。树林地检署今仔日起诉21个人。今仔日早起，台中西屯一个祖囡仔带狗出门散步，过路的时阵，煞是去互倒挖的车弄着，病情还佮观察。香港国安处公告禁止台湾的电动液统战，原因是鼓吹独立。警告民众，若是分享，也是掠来耍，拢有可能犯国安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1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到，咱昨是讲海巡去互亚康港甲私分集团斗空，因若是今仔日是这。海关家人的八里分管涉嫌是集体放水、协助业者逃走税，甚至佫是暗号走私，和一寡电子烟也是动不的有风社中国的假释，拢会当非法通关。树林的地检署今仔日是起诉21个人，其中有2个人佫互查出讲有受诬塞。外国货物来台湾进前，爱经过海关查验，检查申报的品项是毋是无正常，是毋是违规，决定是毋是放行。不过现场查验的关务署即阵表示备端。基隆关八里分关的客源与办事员涉嫌集体放水，放任业者进口管制物品。这次检方起诉21人，公务员占了10人。涉案的海关人员连接八里分关上古将近6年，负责海运快递货物的通关业务。验过检方发现，有人方便行事，无依照规定扣税，邀人暗号业者，非法走私电子烟，也有动物的疫苗，加中国的烟椒菇入境。其中更有2个人查出收支办事，验过因收的物件也只是电池máy啊，也有保光灯具这物件。也有检方批评贪渎收钱还案。任20名被告分别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就其中7名被告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关务署拒绝接受访问，今日发声明回应讲，也未接到起诉书，全力配合调查，已经采取无定期论调这防制做法。验过相关的海关包庇的丑闻，就是一直发生。台北关北表示，官商勾结放水进口问题的食品，高雄海关更加表示集体贪污的备案，共起诉关务人员超过40人。学者分析，海关甲不关业者交往密切，一旦有不法的情形，除非是内部检举，那无外界无遐尼简单的发现。管制区就是说，那个执行公务的那些人不太容易进去嘛。那既然他们别人都进不来，而且甚至讲白点，他们有利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结构嘛，所以就是说不容易被外界发现嘛。对，所以你说海关水很深，海关黑幕在台湾其实是可以想见的啦。对瑞空监督多多鼓励检举机制，结果到人员训练加职务调动，学者讲这是全部拢必须要的。因为海关的集体放纵会有关口敢若稀释共款，一定对社会治安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衍生犯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有诈骗集团是涉嫌甲奈及利亚非法组织斗空洗钱，甲买来贵金属、汽车零件寄去非洲，交换对方的加密货币。这警方是掠到20个嫌犯，甲因上班。另外，伫咧台北市这边是发现讲有人假做检警共恐吓，骗走700多万。穿白衫的混人到银行汇钱，向向和行员动乱，甩去台北市警察大厦。担心说他们什么刚刚说的泄密罪，因为他们那个是假检警。原来这70多岁混人和假检警诈骗，交出提款卡甲密码，先被车手偷领700多万，搁受诈骗集团恐吓，要求配合办案汇报班。暗过银行发现，小户地基内底提款记录遍布全台真侪 ATM， 所以被列为警示户。账户于不同县市多个分行均有 ATM 频繁提领记录，账户显有异常。银行调阅提领影像，发现均非本人操作，确认该名遭诈骗。这个汉草正好18人，互刑警跟踪甲排放。新北市警方侦办另外一个诈欺案，发现30多岁外籍人士用假护照非法居留，搁作为台湾甲奈及利亚不法组织之间的犯罪联络人。诈骗集团骗取现金后，透过外籍犯嫌移转境外，曾转变现后购买虚拟货币，以规避银行监管措施，达到洗钱目的。国内诈骗集团创伫台北市松山的商办大楼，甲奈及利亚不法分子达成洗钱合作，透过伫台湾的外籍嫌犯，将假投资的钱买贵金属、汽车零件，寄到非洲当地，换对方交付等值的加密货币，用安尼辗转断点，洗白犯罪所得。多姓被告等12人
涉犯银行法之非银行从事汇兑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过检方调查，发现犯罪集团为去年11月开始，一年经手的金流高达5亿。当初被牺牲的20人，即马部分也被起诉。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屏东三地门海神宫今日下晡是发生堵水的意外，这警消赶到现场的时阵，3个查甫人互救起来，拢已经无生命现象，目前是送病院抢救。屏东县消防局今日下晡3点外接到通报，讲这三地门海神宫是有人堵水。消防人员赶去现场的时阵，这3个查甫人拢已经无生命现象，赶紧甲因送病院。海神宫是一个三地门的无林风景区内底，因为这溪水真清，袂少当地人会去耍水。不过其实这溪底是有真侪暗流，2020年的时阵，就有人堵水死亡。来关心交通安全的议题，头起先来看行人的安全。今日早起7点，西中西屯是有一个祖囡仔带狗仔出门散步，不过在过路口的时阵，煞是去互倒滑的车撞到，目前病情要观察。也若是高雄林雅是有一个老先生要过路口，连续几两台车拢无要甲让，去互翕到，警方依法开罚单。查某人带狗散步，行伫个斑马线，但是当要倒弯的白色轿车煞无注意到，直接撞到伊，而且因为撞甲伤大力啊，互伊当场是无喘气、无心跳。为什么撞到？车祸发生伫个11早起7点左右，地点伫个台中西屯的凯旋路和大平路口。25岁姓房的查某人是互姓吴的查某驾驶撞到，急救了后是恢复呼吸、心跳，即马搁在观察。汽车驾驶经酒测并无饮酒之情事，详细事故原因将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另外，伫西区有一个骑倒摆的，伫路口红灯的时阵，毋但是抢紧倒弯，阁无得管行人，当在过车路直接就干软过。警察是当场开弄红灯、无让行人和无照驾驶等3张记罚单。那你驾照怎么是注销？对啊，那你帮我开轻一点好不好？什么意思？发现一辆普众机车在号志未转换为绿灯前，便抢先左转。并未礼让正在通行的行人。经查证后，发现该名女子竟为无照驾驶。台中一分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路口违规的案件有3356件，其中路口无让行人的有438件，抢倒弯的有237件。根据大安仪表帮的资料，台中市在今年1月到3月事故了后30天内，行人死亡的人数有17个，是全国第一。另外，在高雄的林雅区，同款嘛是发生车无要让行人的状况。民众看到这个老人是受困伫斑马线，真侪车无要让伊，甚至阁一直骑喇叭。警方讲虽然无接到报案，但是看影片内面确实有真侪车拢违规，会依法对因开单。经检视影片，共3辆自小客车及1部重机车未礼让行人穿越道路，该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检查行人跟车辆的视距是否足够，这个是基本上在设计上还是一定会做的事情。对即马阁有遮侪车无要让行人的部分，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行人和驾驶人爱互相尊重，嘛应该检讨斑马线的设置位，才会当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南屯双向路5段车是真多，说是定发生视线无好，弄到分隔岛意外。即阵台中的警方是按算7月底进前，伫咧较高出代志的路口设 LED 警示灯。也若是台湾的交通安全协会是表示，这段路这紧慢车都是到路口才分开，根本都袂负反应。建议伫咧路的中段就爱来分开车道，才会当减少路口的事故。车驶伫咧内车道要切去外侧慢车道的时，煞弄起安全岛。另外，这阵事故也是要切车道的时，哪像无注意到安全岛去下着，搁有车要换车道的时去下着别台车。事故地点拢集中伫台中市南屯区向上路5段这条路口。我觉得是会被前面的车子挡住，对，然后就比较没有注意到那个安全岛的部分。那边是没有交通岛的，可是过来，然后就有突然一个交通岛，如果只要驾驶人一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撞上。
实际去到向上路5段甲中中路口，安全岛风下甲密密茂茂，风浪条啊也已经断去。附近民众表示，当地车真济，阁是弯路，未少驾驶要切内外车道的时，定无注意到安全岛，就夹到。警方表示，这路段的事故比例占全南屯区事故的8.6%，会加装 LED 警示灯，提升夜间驾驶的安全性。预计于7月底前，在8出入口31个分隔岛装设93颗具自体发光功能的 LED 标志。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台中市路口的事故率会比其他县市更加悬，是因为台中市内外车道侧关的所在，强在是伫咧路口，驾驶要注意的路况伤侪。我是让车辆在路口做内外车道切换的时候，驾驶人不容易一次反应这么多的状况啊。比方说，他同时要注意后方外侧车道来车，那他又要注意前方要闪避那个岛头。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若要伫路口切换内外车道，驾驶就要哪切换车道，哪注意路口的状况。建议照其他县市伫车道中的路段设置切换引导，才会当提升安全性。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东东升监狱昨下晡时有收容人攻击护理师，一个细种的收容人是要求要看进前的检验报告，不过医生无法度随调好看，伊竟然就抢医生的笔去涂护理师的面甲颔棍，加在这个护理师是无性命危险。人员处理拢必须配合安检，就惊有刀啊、这违禁品。车在下晡，台东东乡加一个姓张的收容人到本警区看诊，要求看进前的检验报告。验过医师当时讲无法度调看，伊随即讲喘气无顺，想要照笔。医师以为伊要写病情，伊就是拿笔攻击医护人员，抢下原子笔，然后就攻击护理师这样，那就。我们在旁的接护人员跟视同作业人员就一起把他压制。县长的收容人甲县长护理师面甲颔棍擦着伤。据我了解，迄天看诊的是台东基督教病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师初步包扎了后，甲病人看诊完了，再去看医生，加在无性命危险。我们也希望收容所能够在这个事件以后，能够提出一些保护，甚至在将来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应该要有人陪同在旁边，预防他的一个不当行为。让我们医护人员身上是可以带一些防燃喷雾器，那是经过所方所同意的。不然的话，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其实没有其他的防护。工会讲，各家的文景区为着保护收容人的私密无装监视器，验过袂少护理人员拢反映，捌遭受收容人讲话恐吓，认为交警署若无法度提供保护，也是开放医护人员扎防身，也是录音的设备，就应该由家家己带收容人到病院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医疗部咧看煞，咱换来看卫福部是发现讲，即几档囡仔动手拍爸母的情形是哪来那严重，甚至是有一寡囡仔举刀啊、举棒球的把刀来威胁爸母。过去这一年来，就3400多件未成年的囝是苦毒事大案件。有社工是认为讲，这起冲突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耍手机的问题。因为手机仔问题，和囡仔起冲突案例不是拢有。有当时啊，若是爸母无顺囡仔，以强硬限制因耍手机仔的时间，囡仔就会情绪失控。现代妇女基金会社工也拄过囡仔去甲动手去攻击爸母的情形。我们也碰过，就是拿比较尖锐的物品，甚至是拿刀具、球棒之类的，那种其实就会对家长也会造成就是比较严重的受伤。根据卫福部2023年的通报资料，囝离苦毒65个月以上的事大案件超过11000件，其中有3489个件加害者是未成年。社工指出，这阵时代咧改变，家长的观念也慢慢转变，愈来愈侪人会选择通报、报警，无像过去安尼吞吞家己的囝离。我觉得是那个求助的意识开始有，就是被建构，就是今天不管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孩子对父母的攻击，对，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求助的体系跟制度其实是有被建立的。我们发现这些小孩子可能是从小就目睹一个家庭的一个暴力。长期是生长在这样一个高冲突家庭的环境中，他们其实也是一些受伤的小孩。
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会出手拍时代的囡仔，其实真侪本身就是受过伤的囡仔，因可能长期看到家庭暴力，也是伫学校去互人欺负，情绪才会无法度控制，最后选择美伫咧网络的世界，并团建议父母若是拄着冲突，会当找心理医生，也是学校的老师来帮助，避免有严重的暴力发生。记者查询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高雄盐埕堡的七贤大楼，昨暗时着火烧，900个居民疏散，当中有6个人受伤。这场火灾是互真侪人想起高雄4年前46个人死亡的城中城大火。因为这2栋大楼的住户拢真侪，拢是集合式的大楼。这阵市府是表示讲，后手会加强安检。红红的大火对7楼的窗仔冲出来，因为大火是老旧的集合式大楼，拢总570户，住户人数有9000人。甲真正的城中城大楼真相像。消防局唔敢大记，接到报案，隆重出动28台消防车，59位消防员拍火，搭整楼去确认撤离住户。为了确保整栋大楼住户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再重新再整军准备一下，会逐楼逐户的来清查。这较老旧啊，有装潢啦，内底线路咱走我嘛。他可以给他多。我已经比较大啊，迄间我已经住要4年了。火灾原因也搁爱调查，加在只有6位民众轻伤送医。自从城中城大火了后，高雄拢总有4栋老旧的集合式大楼防列管，7贤大楼就是其中之一。顶个月拄做消防安检，有项目无合格方法。大楼管委会讲，进前做的助警器甲广播系统，伫这摆火灾发挥效果，即时通知大家。不过因为住户拢是弱势民众，因嘛是拖了8年的时间，最近才开始收钱，准备要做第1期消防设施的改善。已经在收啊，即摆已经收20几万啦。对啊，40几万就要看厂商拍药啊，我哪要收了就会收啊。市政府也会在介入要求管委会必须尽速的能够就整个相关的设备能够加快他们的期程，务必尽速完成那政府也给予必要的协助。早起消防局、工务局拢有派人前往大楼进行调查。市府表示，列管大楼的安检一直拢有在做，针对还未完成的部分，因会加强消防安检，辅导大楼尽速进行改善。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永昌报道。宜兰的中山国小甲宜兰国小，这学校的灶卡是上过翕热，有员工是煮甲昏去。这灶卡内底无冷气，而且为着卫生，学校是禁止因开电风，所以讲这已经是头一届有员工热甲昏去。这阵县会教育处是表示，因当咧规划改善灶卡的环境。天气正热，不过学校的灶卡内面电风扇歹去，顶头还有线人仔伫咧爬，因为做菜时阵有烧气，实际伫咧现场温度竟然有30-40度。宜兰中山甲宜兰国小学校的中央厨房，总团讲有工作人员因为伤热做甲昏倒。太热了！咱伫咧顶路边啊，凉夜温度较袂着就到50度。有工作人员讲，工作环境实在有够热，若是无冷气，电风也因为学校惊有土粉污染食物，无爱互因吹。灶卡内边传出有人昏倒的情形，毋是第一遍啦，反映几多遍拢无效果。按照正常的话，包装机是要有冷气。对啊，可是现况我们目前宜兰学校的话都没有。对。中山甲宜兰国小的学校中央厨房总共有10个工作人员。团线业者讲，虽然设备拢是学校的，也不过因会做调整。学校是讲已经开始改善灶卡的环境，甚至要装空调，也会讨论。所以也希望来这边跟我们的厨工做一个慰问，希望这个毕竟都是为了孩子的一个午餐的一个健康，大家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点。我们重点还是在维护这个厨工的一个工作环境的一个品质。那我想这个要做即刻的改善，让整个厨工的工作环境上也可以做一些提升。宜兰有一寡小学的灶卡有装空调，无空调的灶卡交传统的电风，放土火的电风或者是空调门，避免灶卡的温度伤悬。对中山甲宜兰国小学校中央厨房的问题，县政府讲已经要求学校进行改善灶卡环境，维护工作环境的品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头拄只暗头7点，伫咧华东地区是有发生地震，咱上界大的震度是伫咧4级，
是伫咧花莲县、南投县、嘉义县、云林县、台中市、彰化县甲苗栗县。咱的若是阁有更较新的消息，会阁通报互观众朋友知影。接落来，咱来看台南出名的点心店就是虾卷，是去互检举讲员工甲人客食剩的豆干钱，阁倒转去店里。这店家是已经回失的，讲会加强员工管理。台南市卫生局的人员在1号一透早，就来到位伫安平的左氏虾卷老店来客查，不管是倒喷的桶、厨房，或者是工作台，拢详细看过。因为这间店前期向爆出，员工甲人客食剩的豆干钱，搁倒转去老店内面。把那一碗油豆腐拿到他们前台，就是碗堆里放着，放着之后大概过10几20秒，就看到员工从碗堆把那个装着油豆腐的碗，然后拿着它走到前台，然后把油豆腐丢进炉锅里。看到了当下就觉得蛮震惊的吧。连锁店都是要更比一般店更注意这件事。指甲真酥脆的虾卷加上酱，是创店超过50档的店家招牌菜，嘛是台南知名一定爱食的美食之一。全台拢有营业的据点，但是却用爆出严重的食安疑虑。左氏虾卷嘛提出监视器，还原事实的真相，同时嘛出面道歉。我们有厨余回收的地方，它必须就是客人吃剩的东西，我们会倒在厨余，然后餐盘整个分开，方便后面的清洁来做一个使用嘛。深感歉意。然后还有对我们的员工的训练，当然我们要加强一个管理。如果有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倘若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左氏虾卷是强调，目前得伫严谨处理这名员工。卫生局前往客查，若是发现违规的项目，就会进行裁罚。公司新闻政府台南报道。这民间版的台海防卫兵推是设定伫咧2030年中国来拍台湾，演练这中国若是对侵扰一步一步变做进攻，咱的国军是要安怎应对？主办单位是强调讲，这兵推的目的毋是预测胜输胜赢，是来检验咱的国军有倒一寡所在会当搁精进来调整。台海经济紧张，为期2角的民间版台海防卫兵推就以2030年中共侵扰台湾为设定。中共左翼国防部政府部长齐燕破领军，模仿共军先用铺设地带塑料，派公务船侵入咱12海里领海，并且逐步由演转进。特殊东沙岛平湖这个出奇招，对宜兰花莲台东3地登陆。基本上我们不做输赢的参考，而作为我们政府尔后在面临这些危机时候，他处置的一个方向。即使进入到12海里，我们还要考虑到它到底对我们的威胁会不会引起整个这个整体的防卫。但至于东沙这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救援的能力，我们对外岛的作战始终就是独立作战。第6兵推中，台湾组无实施第1击，引发质疑的声音。身为推演人员的前陆军司令吴定波讲，外岛任务就是独立作战，因过平湖是台湾大门，认为攻击平湖就是攻击本岛。Defend against Chinese aggression, the willingness to do so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that's very positive. And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much more likely to come to the assistance of Taiwan. Taiwan team I think, is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兵推中担任美国组推演人员的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加前太平洋总司令布莱尔捌表达，在台海战争爆发下，美国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并且出兵协防台湾，也日本组也军事行动。美国的军方即使再友善，仍然要服从政治的决定，仍然要服从政府的决定。我们台湾的防卫战略也应该建立一个圣战理论。那我们圣战理论不见得一定要建立在歼灭敌人的有生战力部队，我们要让他的任务侵犯台湾的任务不能成功，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不对称是有相对的关系的。担任管制组的前参谋首长李喜明指出，台湾爱先展现强烈自我防卫的意志，盟友才会出来斗相共，强调台湾应该建构有够的协作力量，让中共唔敢来犯。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国安处车接公告，禁止台湾开发的电动逆通线，原因是因为伊鼓吹港独甲台独。
香港当局就警告因的民众，无论是分享也是掠来耍，拢有可能会犯国安法。有一个前香港机关就表示，因当局这个行动是想要抬价架构，恐吓民众都爱点点。故意透过简体中文配入语的发音来宣传，台湾团队开发的手机啊游戏《逆统战》，省的人会当看你要去台湾、香港、西装等对一个电影都会使。以拍到共产政权做游戏的核心，甚至连代表效忠中国的红军嘛会当选到。不过30号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警告，禁止市民登录自助，甚至分享嘛可能犯国安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来得晚啊，因为毕竟我们手游是4月5号就已经正式开服的嘛，我们尽量是站在一个现实的角度，所以我们红军可能就是会比较强嘛，但是我们想要传达理念就是团结我们所有的反共的力量，有一天也是能战胜集权的。游戏后边的团队台湾境外战略沟通工作小组，2020年透过导游来募资，伫平台传到2000多万的资金了后，就投入手游的开发。对香港国安处的公告是进一步提升逆统战的讨论度和敲锤量。第一时间，游戏的官方伫面册讲，都是先上来数钱，团队成员内面有军职、有政府机关的人士，但是因为工程师偏少，游戏的团队嘛烦恼讲，收入来会因为安尼受到治安的攻击。毕竟我们遭受到蛮多DDoS的攻击嘛，有感受到蛮大的压力。比如说 Google Play 原本我们在4月5号是正常上架的，但是大概1个多月之后就帮你下架，然后到现在我们申诉还是申诉不了。但是台湾游戏和对方禁止已经不是第一摆，台湾公司恰值捌伫 Steam 游戏平台发布的恐怖游戏行员，2019年因为一百度涉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毋但是中方的代理商宏天业，甚至刷落来想要伫其他的平台佫开始做嘛，拢红底者。他没有办法不允许所有人说话，但是他如果他找一些比较出名的人来打击的话，他可以令下面的人不敢发声。根据香港国安处的指控，攻击统战是以游戏来包装台独和港独，才分裂主张。但是游戏的团队嘛出手表示讲，会替香港国安处提供一个游戏的角色，绝对无歹化，敢若水化，敢若嘛是要来达成逆统战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前文化部长政务委员苏德是无交通的相关经验，算是去接任高铁董事长，这是引起争议。即阵交通部长陈世凯就出面说明，讲这苏德过去咧做高雄市的副市长的时阵，是有参与高雄轻铁规划，并不是讲完全唔捌交通。也请大家不要有这些认为说他没有交通经验的这方面的误解，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对外界质疑前文化部长现任政委的苏特无相关专业背景，率接高铁的新董事长，交通部长陈世凯亲身回应，强调绝对不是人事修养。他在高雄担任了5年的副市长，他的任内也督导了交通局，所以高雄轻轨的规划他也参与其中。整个高雄的捷运的规划，他也参与在其中。其实他对交通事业并不陌生。陈世凯强调，讲高铁的运量、运能、安全精准度，外界有信心。目前需要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文化建立。另外，苏特捌做高雄市副市长，对城市行销有经验，所以来高铁南延、北延嘛，拢会当来帮助沟通。所以我很难去评论他个人的性质啊哈。但是我是觉得，站在我们运输学界的立场，当然是希望专业的。懂运输的人来带领高铁公司，也包括台铁公司。高铁过去的董事长对第一任的董事长殷琦、侯进德、范志强、刘伟基到地公园，差不多拢有土建、机电和轨道运输的专业。其中范志强捌帮助复兴航空财务订正登上柜，刘伟基的部分嘛捌做高铁独立董事长当5年。董事长基本上是领导董事会，然后来跟这个经营团队来。做成这个达成公司的这个成长目标，应该是来问为什么这个时候用一个没有这样相关经验的，我们一直期望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嘛？高铁工会讲无法度对新任的董座来做评论，敢若希望伊会当体察员工的需求。另外，观光署长新任的人选，第一个对业界来，毋是公务员背景的陈玉秀，捌伫咧台中的地堡饭店和福隆饭店做工课，佮捌做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总监，互相分对了钱变趁钱，达成一年要千万人次的旅客，对观光和旅游业拢真熟，希望借伊的长才来拼观光，达成1000万国际旅客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头一粒风台乌蝶透早8点已经形成，气象署是表示，这粒风台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这2天西部有关是高温湿热的天气，不过受到水汽的影响，这东半部队开始落雨。未来这个蝴蝶台风，它会逐渐往西北方，也就是朝海南岛附近移动。那虽然会有往东北转向的趋势，但是离台湾都还有一段距离。在北上这段过程，会渐渐的再度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因此，整体来说，这个蝴蝶台风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接下来几天要留意，在海面上可能还是会有它带来的一些长浪。气象署表示，拜四开始受到水汽影响，这天气就变较无稳定。未来这3天，华东地区会大先落雨，刷落南部、中部的雨脉哪来哪粗。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是出门在外，都要注意安全。来看这顶礼拜有7万外人次因为新冠疫情去看医生，不过卫福部是认为讲这上界严重的流行期已经过啊。虽然这疫情是慢慢啊转好，不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国内有注 JN1 变异株有风险的民众是无到1成。医生就建议讲，这65岁以上的老大人，也有高风险族群，有关是爱赶紧去注有风险。民众坐远远甲医生保持距离。顶礼拜，咱国新冠门诊急诊就医人数70182人次，疾管署拜二宣布这波疫情提早达到高峰，但是民众也是爱提悬警觉，因为重症甲死亡病例拢有增加。部立中化病医就表示，目前新冠疫苗的注射率上低。到目前为止新冠迄个预防的比例较算偏低啦。你若讲有得过的人，有诶感觉讲我就免搁住但是实际上你若讲得过的人，正常来讲超过60天以上，咱是会使搁做预防针，来加强后壁长期的保护效果。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咱国 JN.1 疫苗注射率是9.3%，其中65岁以上头一档注射率是19.3%，第二档干那1.6%。也那中华县伫5月底冒协调医疗院所，针对县内卫生长照机构注新冠预防针，减少胃病风险。针对高风险族群，本县在5月22已经召开住宿型长照机构的联系会议，协调医疗机构入机构接种疫苗，防止机构群聚。虽讲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是卫福部表示，今年咱国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目前有730例，106例死亡。尤其65岁以上的时段，甲慢性病患者占多数。其中确诊甲死亡病例无注 JN.1 预防针的人将近9成。卫福部嘛呼吁符合资格民众用药注预防针，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头拄暗时7点的时阵，华东地区是发生规模6.4的地震。气象署是针对21个县市发布国家级警告。这地震的中心伫咧花莲县政府南平69.9公里的东部海域。这上大震度是伫咧台东县达到5弱。这地震是明显海滚了10秒。这台北市温是规条列车拢放慢速度。这台北较悬的大楼嘛拢海甲真有感觉。目前的资料显示，花莲、南投、嘉义、云林、台中、彰化、苗栗拢是4级。详细地震资讯，小等的气象署会开记者会说明。即阵咱来看这天气变化真大，其中一个受影响上界严重的，就是靠天食饭的农民。说讲农业部就鼓励农民爱保保险，上济会当补贴到6成。不过，即阵国民党的立委是提议修法，5万讲会当取消补贴的上限。不过，这农业部迄边是认为讲无界下输。另外，即阵这猪肉价销逐公斤是超过100，农业部是表示这是短期的波动尔，95块到100块拢也算合理。天公伯暗落雨，或者是落上侪雨，农业都大受到影响。国民党立委才预防指出，对民国108年到112年期间，极端气候影响农业损失超过540亿。就算农业部鼓励农民针对因种的作物来投保，政府会补贴保费。不过，农保法规定实施的第6年开始，保费的补贴比例上侪就是60%。立委才预防着提出爱修法。应该修正依实施年限递减补助的落日条款，改为授权给农业部建立以风险为导向的动态补助。
目前有投保的比例大约53.72%，理赔总金额有到60亿6千万。不过农业部偏向卖收发较好，因为希望爱互农民负担部分的保费，提高因的风险意识。而且愈地农民投保保费就会愈低。目前也规划针对愿意连续投保的农民，要互因更较好的补助。我们希望保险是一个长期性，每年都能够投保，而不是好像要跟天气对赌。连续保的话，我们会给予保费的优惠。因为最近猪肉价小化价1公斤200块，农业部搁再强调，95块到100块农业个算是合理，超过100块只是暂时的行情。当它的价格已经有一些偏离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场调节它的批发的头数、进场的数量，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它的价格稳定在95到100之间。另外，林业协会甲立委有做会开记者会，指出真侪手册地其实标示无清楚，互消费者掠准是使用国产的青牛奶，其实是使用蓝掺牛奶粉染油的还原牛奶。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会搁加强推广青奶的标章，嘛强调即卖技术已经会当检查出是使用本土也是进口的牛奶，未来会加强稽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让咱本土的牛奶更较有竞争力，较袂去互迄种较俗的进口牛奶比类，卫福部的公告讲，要经过检验摕到标章，才会当标示做青奶。即阵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就招因的会员斗阵挺国产的牛奶，上无是已经有14个品牌加入。进口红茶家己台湾生意，即杯年茶有真高的年芳。有名的连锁咖啡店推出的拿铁，使用也是本土生意。也则讲，测试3个月，用过几10个品牌，发现特定的品牌本土生意上着味。国产鲜乳的风味当然就是甜感特别丰富，我们挑了一个跟我们的浓缩咖啡的配方最合适的。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号召会员，同齐支持本土酪农，由14个品牌拍头阵。品牌希望达到全使用台湾生意的目标。虽然成本较悬，也毋过业者认为符合永续精神。现在谈的都是 ESG 嘛，从这个产地到餐桌都是有安全有被这个受证的。连锁业者也表示，将家己制作的标章提供消费者辨识。农业协会罗冠基成也表示，保证检验技术无问题。若拄到市面上有其他业者想要用进口的来改做本土生意，也会当检测出来。检测牛奶是从国外进来的，其实很简单啦，不管用稳定同位式啦，或者是西产试验所的用 Fox 的机器，都可以检查出来，而且很快速的。农业部长陈俊贵也出现伫连锁店业者启用国产生意仪式。伊表示，为生产这边会控制生意的产量，包括替换卡波尼的年牛，提升生产效率，使用现代化设备，那会当成功带动国内需求，有希望引导产业正向的发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宗教活动当今的做法，其中一项发起刷鱼剑，其实就是保育类纪要的推广。因为伊是保育类的，所以讲甲掠其实是违法的。海巡署就甲海保署合作，3月到5月掠到非法卖刷鱼剑37支，嫌犯15个人。斗阵排开拢总有37支刷鱼剑，上大支有122公分长，上细支的42公分长。刷鱼剑喙齿有86起，这物件拢是对保育类的固有新上来的。海巡署对3月到5月伫网络顶观察到的违法买卖，拢总掠到15名嫌犯。海保署讲，无买卖都无伤害，这款鱼成长速度慢，因为迄名掠过头，伫台湾近海已经20年，毋捌看到固有啊。因为它是软太深，然后它的繁殖数量相对又比较少，所以当我们如果大量的捕捞，或者是有一些的因为商业行为，然后去捕捞它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比较面临比较大的全球上面的威胁。犯前利用网络平台匿名特性，以法器或仿真等隐晦名目，公开兜售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巨咬产制品鲨鱼剑。海巡署表示，无论是买卖固有，也是伊的在制产品，拢是违法的。海巡署4年前头一摆针对刷鱼店的买卖，捌查到170支，这摆数量虽然无遐尼多，不过这也代表查册是有效果的。尤其顶一站佫出现表示有贼头偷摕刷鱼店。海巡署讲，除了要掠买卖管道以外，后续也会追查来源。喺公庙有去用偷摕这个状况。为什么会去用偷摕去啊？就是因为伊即马愈来愈结达啦嘛，因为即马物件嘛愈来愈少阮掠足严，所以因知影即个物件
钱，所以才就会去投资这个物件。海巡署表示，因为具有伫台湾，你看到，目前大部分的山鱼剑拢是外国军官违法炸入来的。也有学者建议，后续这的山鱼剑若是当提供研究使用，希望会当建立资料库，甲国外交流，为保育工作尽一份心力。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郭永昌报道。带大家来看海牛，不过今仔日咱要看的海牛，不是海洋动物，是中华无形文化资产红丸海牛。过去这款牛是会去海边啊斗载蚵仔，是讲这互人号做海牛。不过最近一礼拜，却是有连续2只牛着病死亡。为着保存这款特殊的文化，海牛学校是按算要装置买新的牛。中华县府嘛讲会甲文化部申请补助。动物所人员到场消毒，各种牛的遗体运出。洪德为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的红湾海牛，最近发生严重疫情。当地海牛学校所饲的，把参有几啊场文化节的2只海牛，一礼拜来先后出现数据无来情况，虽然兽医紧急抢救，犹原死亡。现在有那个牛的流行热，可能有一些病媒虫的一个细菌叮到，让它变成快速衰竭，主要是肠病毒的问题。规清水表示，白色牛百会当作年，亲像感染肠仔病毒甲牛流行节，引起胃无爽快、无法度翻草所引起。中华县动物防疫所强调，会派员了解确实原因，佮要求饲主做好疾病防治。那如果说有需要做预防注射的部分，我们会请他找他原来的兽医师去购买疫苗来施打。那也请就是饲主加强这个饲养环境的管理，然后消毒的工作。红丸水平，带过车采蚵仔早伫日本时期就有记录，全盛时期捌有300多只牛。2016年获定落做无形文化资产。目前红丸只存10只海牛，真正会当落田载蚵仔，也是载观光客，只存3只，其中2只即摆破病死亡。海牛学校会丢资买牛培训，希望延续海牛文化。依照这个无形文化资产这个传习计划来向文资局申请相关的补助，希望把这些现存的海牛养殖户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中华县文化局表示，会以无形文化资产传习计划向文化部申请补助，保存在地特殊的滨海龙江记忆甲文化价值。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带大家来看嘉义自罗山艺器协会是邀请国内81位工艺师，展出包含剪黏、灰啊等100多件作品。除了是展现咱台湾宗教的工艺甲美学，嘛互这寡工艺师会当互相交流、传承技术。这个木雕、灰啊、石个、剪黏等等，来自81位工艺师，各用105件的工艺作品，配合2025台湾工艺季的展览，伫嘉义县民雄的表演艺术中心，要展览到6月底。邀请到全国北中南咱的工艺大师，拢总81位。新现的作品105件，我想这是一个足难得的机会吼，因为要去找为100几岁的老师，甲一寡足少年的年轻的创作者，这是一个艺术吼，甲文化的呈现吼。这届参与展览的81位工艺师当中，有4位得到国家工艺成就奖，佮有1位是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者。参加展览的工艺师就讲，透过互相交流，会当入捌无共的技术甲观念。这个来81个老师啊。有81种的技法在内底，所以咱看到这个物件，我感觉讲，咱如果来甲推广出去，咱下咱这嘉义这百姓，咱这民众会使来看到咱这个最好的一个传统的表演的物件。使知影讲一寡可能家己无想过的想法，还是讲无用过的材料，就是一寡技术上的这种交流安尼啦，是袂歹，真好安尼。自罗山艺器协会表示。这届展览当中有国宝人士王清松的漆艺作品，佮有4位国家工艺成就奖工艺师的作品。透过老中青3代的经验交流甲创新，无论要提升在地技术，嘛要延续台湾的工艺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镜头来看国际消息，美国 Trump 政府掠移民，引起洛杉矶示威抗议。洛杉矶市长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市中心逐天暗时8点到加长工早起6点宵禁。这场冲突会哪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总统 Trump 派国民兵甲陆战队去控制局势。到目前为止，这 Trump 的态度犹原是无落软，一阵佫讲有可能是用叛乱法来镇压。川普无少向40亿代票调派700个陆战队员加4000个国民兵，要去加州洛城准备镇压移民示威暴动。加州州长甲检察官想要阻止，向联邦法院申请禁制令，说服法院驳回。洛杉矶市长是真无奈。I want to tell him to stop the raids.
I want to tell him that this is a city of immigrants. I want to tell him that if you want to devastate the economy of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then attack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当时洛杉矶市长巴斯也下令进行紧急状态，佮宣布当地七十暗时8点开始到隔日早起6点，实施10点钟的宵禁，可能会连续几日。川普除了调兵7站也伫加州军事基地布拉格堡纪念美国陆军250周年演讲当中，佮一摆有关声音批评加州暴乱，喊接无政府状态。Generations of Army heroes did not shed their blood on distant shores only to watch our country be destroyed by invasion and third world lawlessness here at home, like is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As Commander-in-Chief,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目前美军部队医院的增援当中，一个美国官员向媒体表示，700个陆战队员来部署伫离洛杉矶50公里的海拔海堡，但进一步派遣。不过，其实根据法律，这海军陆战队员无大保权，因为川普政府原先的 tax 无这种授权。来洛杉矶的军队甲能保护建筑物指挥交通。不过，也暗示无排除动用美国法典第10篇的叛乱法来处理这场冲突。If there's an insurrection, I would certainly invoke it. We'll see. 叛乱法正式的名字是1807年叛乱法，以温总统伫特定情形之下动用军队来镇压叛乱甲暴力事件。不过，这法案伫历史顶悬真少被动用，而且常常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尤其伫无州长请求的情形之下。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6月14是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也是美国总统 Trump 79岁生日。西港华府就宣布讲扩大阅兵，这就是已经有真侪战车去华府要集合。另外，像咱头拄则有看到讲这洛杉矶是动乱，凡世这阅兵典礼时阵嘛起冲突。Trump 就放调讲，若是有人敢伫咧阅兵仪式来闹代志，就会下动手滴啊。因为7空乌鹰直升机以分列式来进场，通过美国总统川普的头壳顶，陆军士官兵含关内民众拢大声欢呼。6月14是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华府宣布讲会加码伫华府的宪法大道举行阅兵的仪式。迄天嘛是川普79岁的生日，对于加州洛杉矶反逮捕移民冲突是愈来愈厉害。川普调派陆战队和国民兵进驻引起争议。川普车站强调讲，若无这士兵 ，LA 就会亲像示威者烧美国国旗同款，规个拢红烧了了。Not only are these service members defending the honest citizens of California, they're also defending our republic itself. And they are heroes. They're in there, they're heroes. 陆军建军250周年纪念阅兵，暗算会动员6500个士兵，几十万人来参加庆典。各种装备包括25台爱布兰战车在内，拢总有150台各式的军车和50架包括乌鹰直升机在内的军机。少年团拢到这，暗算拢总开卖4000万美金，差不多台票12亿。毛和川普同款是共和党的参议员批评讲，这么大的阅兵费的支出，应该用伫补助军人的家庭教育等。无应该用伫满足川普个人的虚荣心。It's going to cost a little bit of money, but we're getting training value out of this. But also we get to tell our stor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另外，川普阁发表声明，撤销拜登政府因为种族主义去改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名，赶快合作原本以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人将领去号名的军事设施。另外，伫个维安康亏的部分，虽然川普讲是还未听到任何示威计划，但是美国特勤单位已经将压制足9场针对阅兵活动的抗议行动。伫北京附近已经设防止人被围栏和轰弄护栏，而且伫个175个所在放金属探测器。另外，嘛把附近的球场和公园拢封起来，加强无人机的巡逻。川普对媒体讲，若有任何抗议者想要来闹事，是会面对真强烈的镇压。公视新闻新乐报编译。来看这全球暖化是造成风地徛过生态地哪来哪少。过去15冬来，这风地徛过的数量已经减少1/4，恐惊伫咧2100年进前就会断症。风地徛过伫海边顶面生态，伫海边下面找者跳上海边出行，也伫海边上换毛。即马因的数量煞大减少，因为海冰断咧消失。If the sea warms up, that sea ice which freezes over every year and melts every year doesn't last long enough for them to complete their breeding cycle or to molt properly, and that really gives them a lot of problems.
根据科学家研究组织英国南极勘测，利用2009年到2024年的卫星资料，发现16个徛过生态地的族群数量减少22%，比先前估计全南极减少的10%也佫悬出真侪。这份研究包括南极半岛威德尔海、甲贝林斯豪森海等16个荒地徛过生态地占全球族群大约30%。另外，荒地徛过的生态地伫2023年已经发现的66个中，有14个出现生态大失败的情况。海冰养了伤济，使得细只徛过伤早落水淹死。根据南极洲外印度洋的一角阿黛利蒂的一个徛过生态地的模型有果，那海冰继续减少，恐惊到2000年之前，因的数量会为6000队减少到剩大约18队，也就是讲少大约93%，灭绝几率至少36%。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1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